竹棚呢樣嘢咧，隨住政策嘅發展咧，都會漸漸地式微，甚至乎會冇咗噶啦。咁所以我好想俾大家睇下搭棚呢個技術，究竟我哋嗰個工藝嗰個靚法係可以去到邊度咧？我係 Kevin，我係一個攝影師。咁我平時中意咧就係去香港唔同嘅地方啦，就去影一啲有香港味道、有香港文化特色嘅嘢。咁而家咧，我哋身處呢個位置咧，第一城隔離啦，個牛皮沙街遊樂場。我哋今日咧係睇一個10年嘅一個大潮會咧，就喺後邊搭緊一個竹棚嘅。其實都好值得睇嘅，因為只係10年一次。如果今次錯過咗咧，就要10年之後先至再可以睇到嘅。見到今日佢呢個棚，其實有部分嘅支架佢已經開始係用一啲其他金屬嘅材料，未係全部用竹嘅。咁究竟10年之後，我哋仲可唔可以見到一啲後邊咁傳統嘅竹棚啊？我哋係唔知嘅。咁所以其實點解佢咁值得去睇？大家去到青衣戲棚嗰啲度啦，你對比起佢哋呢一類嘅大型嘅竹棚咧，真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。佢哋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正門啦，佢同後邊呢個起緊嘅神壇咧，其實個正門係大家相通嘅。其實佢就係寓意，即係神明就會同佢哋一齊咧，與民同樂，一齊會入去個戲棚咧度去做一啲唔同嘅活動咁樣咯。從好多唔同嘅細節上邊咧，你就會睇到佢哋可以使嘅錢係何其之多嘅。即係譬如好似我上次10年前去錦田嗰個咁樣啦，咁隔離有條河，有條細河仔嘅，咁佢哋可以用竹棚去起一條橋搭入去嘅。咁你諗我可以有幾誇張？嚟緊呢度12月13號至18號就係沙田9約10年一屆嘅太平清醮。到時咧，我都會同埋我屋企人咧就會一齊過嚟呢度。大家到時如果見到我嘅咧，就可以埋嚟 say 個 hello 嘅。